学习各家嘅词汇，然后导机过后咧，写下来就是机型嘅教学。啲咧导演剧地图有讲到，啲演技地图啊，做哋看到各式各样嘅景色，咪做哋享受大自然安靜哈嘅向下來學習，來問下啲演技地圖，做哋看到樣板型嘅景色，比如講啊，動物嘅森林啊，當地人食嘅動物啊，當地嘅古蹟，到底合法按樣板型來問，行個回答咧。比如講，唔做哋按嚟問，演技做哋看到乜嘅？來聽下南思嫣喺樣板型講。演技做得看到乜嘅？演技做得看到乜嘅？這句話意思就是，這園區可以看到什麼？我唔聽到這句話嘅時節，樣板型回答咧，唔做得講，做得看到動物嘅森林。嘅南思嫣運用版同講咧，做得看到該發嘅森林，做得看到該發嘅森林。這句話意思就是可以看到很寬闊的森林。同樣嘅問題，演技做得看到乜嘅？我用隻方式來回答，唔做得講，做得看到各種得人食嘅動物，可以看到各種可愛的動物。好，同樣嘅問題再來複習一遍，演技做得看到乜嘅？好，唔單將動物了，唔做得按你回答，做得看到當地嘅古蹟。來聽下南思嫣強喺樣板型講，做得看到該島嘅古蹟，做得看到該島嘅古蹟。這句話意思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蹟。唐太家下圖南園略略嘅小嘅一片東江嘅森林過後你要知道當上嘅行業嘅演技地圖來去探索一下，到底還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呢？除咗古蹟、東江嘅風景，還有當地嘅動物以外咧，到底還有哪啲神奇嘅事情呢？聽到咧女主角還有男主角，接下來去繼續來看下去了。